你屋企個馬桶係咪點刷都仲有撻黃色尿垢？睇落真係崩潰，傳統清潔劑好多時都搞唔掂。其實呢啲頑固尿垢背後有科學秘密㗎，佢哋主要係尿液中嘅礦物質，特別係鈣同鎂離子，經過時間沉積形成嘅尿石。單靠摩擦係唔夠㗎，我哋需要出動化學武器，草酸。草酸聽落好 pro， 但佢嘅原理好簡單，就係螯合作用。想像下，草酸分子就好似一隻化學手，將尿垢中嘅鈣、鎂離子螯合住。呢個過程令本來不溶於水嘅尿石變成可溶性嘅螯合物，咁就可以輕易沖走啦。所以唔使再死力刷，用啱方法，馬桶可以光潔如新。但記住，要戴手套同保持通風。化學並唔係洪水猛獸，佢係解決日常生活難題嘅好幫手。係咪好神奇呢？學識呢招，你嘅清潔煩惱從此拜拜。下次再見。